为家中父母分别使用海陆腔跟四线腔，黄瑞香从小就是客语双枪侠。他以自己的经验表示，语言学习本来就可以多管齐下，只要营造使用跟学习的环境，孩子不排斥就能开口说。我从小我也是这样子讲，四线腔跟海陆腔，我也没有混啊。然后我后来也讲国语啊，所以我觉得至少要让他可以跟生活有连结，他才会愿意去想要去讲或者想要去学。所以黄瑞香积极参与各种研习自我精进，让教学更有趣，让学生愿意学客语。在停课不停学期间，他更透过同步跟非同步的线上教学，让孩子的客语学习不中断。北林国小校长朱天德就说，瑞香老师对教学的态度20年如一日。其实他是一个对自己的专业职能非常认真，在学习、在精进的一个老师。不照本宣科，不刻意强调文化传承的使命。黄瑞香老师的客语教学既贴近学生的生活，又自制教具教材，增加趣味性，还跟学校合作营造客语学习环境。黄瑞香老师说，当学生能够自然而然开口说客语，就是他最有成就感的时刻。就台记者赵在花莲的采访报道。